深圳11個區，哪個區最有錢？咁我講下2025年第一季度深圳各個區嘅 GDP 排名先，睇下係咪同你諗嘅一樣。排名11嘅係深汕特別合作區，73.42億。排名第10嘅係大鵬新區，108.94億。排名第9嘅係鹽田區，160.76億。排名第8嘅係坪山區，331.07億。排名第7嘅係光明區，398.05億。排名第6嘅係羅湖區，606.6億。排名第5嘅係龍華區，722.14億。排名第4嘅係寶安區，1223.64億。排名第3嘅係龍崗區，1350.47億。排名第2嘅係福田區，1457.15億。第一名我幫你講埋啦，南山區2518.25億。我係 Ben 哥，喺廣東深圳得閒飲茶，惠宇財經點讚。